大家好，澳門市一名內地男扒仔逾期逗留澳門2個月，期間流連各賭場周邊揾食。日前涉嫌假扮賭場公關陪客賭博，並訛稱可代保管籌碼，成功騙取一名內地男賭客51000港元嘅碼。最終因為全數輸清並失聯被揭發，司警接獲舉報之後將佢拘捕，移送法辦。涉案內地男姓宋，37歲，報稱商人，佢涉嫌觸犯詐騙罪，案件送交檢察院處理。案中內地男事主向司警報稱喺10月1號喺某賭場被宋某搭訕，有人當時聲稱係賭場公關可以協助訂酒店並提供陪賭服務，事主信以為真。宋某其後亦都有幫事主訂酒店房及陪賭。10月6號，男事主打算返內地，宋某聲稱可替其保管贏得嘅51000港元籌碼。待日後來澳嘅時候，再攞返事主不虞有詐，交出有關籌碼之後離開澳門，直至10月8號，男事主再次離澳，但聯絡宋某取回籌碼嘅時候，有人以唔同理由拖延，最終更加失聯。事主懷疑被騙，報警求助。司警接報調查之後，鎖定宋某嘅身份，喺10月11號晚上7點許喺某賭場將佢拘捕。有人承認詐騙，詐騙所得亦已經輸清。此外，警員揭發有人逾期留澳2個月，期間主要流連各大賭場。經調查，暫未發現有人涉嫌收留宋某，案件有待跟進。